而且你现在去试看看嘛，那你可以看见说，哎，海外宣教的一些东西，它就会进入到全世界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你会对自己在台湾有没有看？就是台湾你要不一样的传道，还是真的做宣教？那你做宣教是就不一样，你做宣教是的话，那你如果想走传道，那我们也没有。因为现在看学的传道，因为现在公司都没有几个要学，对对对，而且觉得，所以如果有今天要再留个资料给我，这样好了，那你留在这个地方。在每个你是我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心人，多少世上的真理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贝耶稣，是我信心更坚定。我心的多少世上的真理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贝耶稣，是我信心更坚定。你的心是不改变，你的恩典早已为我预备。到永远，在世间你的奇妙作为，你的心是不改变，你的恩典早已为我预备，你的心是到永远，在世间你的奇妙作为。耶稣。